無論你幾多歲，而家處於咩階段，呢一本認知覺醒嘅讀後感，相信都會幫到迷茫、冇耐性、想改變嘅你。無論你而家幾多歲，從來都冇話幾多歲先係最好嘅開始，而家永遠係最好嘅時機。人生冇話咩錯過咗乜嘢嘅年紀，最緊要明白嘅一樣嘢就係，如果你而家唔改變自己，10年之後你都係而家嘅你。但係只要你肯去改變，就有機會收穫一個全新嘅你。做事永遠唔怕遲，肯做永遠好過冇做。做人一定要有耐性，好多值得堅持嘅事，短期係唔會見到效果，好容易令人放棄。但係你唔好成日追住個結果，堅持多一陣，其實你已經一路行緊去目標。太心急，永遠睇住個結果，你只會令到自己好大壓力，好容易半途而廢。我哋亦都唔好成日同人哋比較，應該係同過去嘅自己去比較。而家媒體成日將大家擺喺同一個標準，好容易令人有焦慮。唔好同人哋而家嘅成就去比，你只需要睇自己有冇進步，哪怕淨係好咗少少，都係值得去肯定嘅。我哋之所以冇耐性，就係太追求即時回報。但係只要你換個角度，為自己想做嘅嘢賦予一個意義，好似讀書，你唔追求數量，而係去深度吸收。運動，你唔係只係減個體重，而係去改善體質同氣質。當你睇到背後嘅價值，你個內心就會越嚟越強。面對恐懼亦都唔好去逃避，越逃避越心虛。將令到你恐懼嘅事情寫落嚟，攤開嚟諗，你會發現其實最壞嘅唔係你想象之中咁差，亦都有可能有其他嘅解決方法。思緒清晰咗，恐懼自然慢慢會消失。真正嘅成長係留喺舒適區嘅邊緣，唔好一下子你 set 得太高目標，逼自己極端咁樣，只會幾日就放棄。好似跑步，你唔好一開始逼自己跑1粒鐘，例如你將佢 set 做每日做跑步30分鐘，輕鬆做到，反而你可以長久咁樣去堅持。習慣貴在喺循序漸進，每日少少都好過斷斷續續。閱讀嘅意義從來唔係就係一個月睇幾多書，唔係講速度數量，而係深度學習，內化自己。淨係睇書抄金句只係表面嘅吸收，真正嘅成長係將學到嘅道理實踐思考，將書裏邊嘅知識變成自己人生嘅思想同埋智慧。與其去羨慕人哋，不如去沉澱下自己，同過去嘅自己比較，慢慢嚟，慢慢做。遲啲你一定會多謝而家堅持嘅你。我哋下一條讀後感再傾偈啦。